90年代末，香港電影開始由盛轉衰，曾經一年拍到超過200部片嘅黃金年代，喺96年已經跌到唔夠100部。租碟鋪反而成行成市，最暢銷嘅竟然係舒淇嘅3級片。舒淇當然知道靠脫可以令佢喺短時間爆紅。脫衣服你就可以上頭版啊，然後雜誌啊，啪啪封面啊，多好啊！你說還不是捷徑最快讓人家記得你的？但呢種成功就好似雙刃刀，舒淇只係得18歲，就要喺鏡頭前將自己毫無保留地展示出嚟，外界見到係風光，當事人承受嘅辛酸，佢自己講得最直白。關起酒店門的時候，躲在被子裏頭哭啊！其實就是回去的時候就我不拍了，然後睡覺睡醒的時候，開工好去開工。哥哥張國榮睇得出舒淇唔止係性感，佢知道呢個小女孩孭住好多壓力，覺得舒淇演戲有天分，要扶持佢一把。嘉賓我諗都要出嚟咯吓，舒淇特登請佢做演唱會嘉賓，唔係為咗噱頭，而係唔想呢個女仔被埋沒。像哥哥找他去當特別來賓的時候，他有跟我講，他說：哇，你們台灣這個女生，他說將來一定會紅，他說一定不得了，他說太會演戲。如果你有睇 Mr. T 古天樂呢條片嘅話，你都知道哥哥嘅眼光一向準，當時仲係寂寂無名嘅古天樂，哥哥一眼就睇出係潛力股。你哋可以留意一個人嘅，即係而家仲係好新，嗰人叫做古天樂。有興趣可以揾翻 Mr. T 製作嘅呢條片嚟睇睇。